今年奥运和性别议题有背景讨论，事实上生活当中也有真侪性别平等的观念，需要继续来推广来落实。中华田中妇女中心就举办讲座，邀请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社工主任，对家庭工课同婚这寡方面和民众讨论到性别多元加平等的议题。 用心水来讨论男女平等的议题，佮有了解台湾甲性别相关的法案。这是中华田中妇女中心举办的多元性别讲座，讲师用生活中的例来互民众思考安怎落实性别平等。我是生长在一个阮兜拢4个拢是女生的家庭，我感觉讲，伫阮兜，阮的爸爸就是一个天。到长大的时阵，面临结婚这个问题的时阵，阮就有成立就遮讲的，迄个性有没有从母性这个问题。 过去因为传宗接代观念有重男轻女的现象，台湾2007年民法公布修正，爸母双方会当讨论囡仔要缀老爸也是老母姓，拍破父权优先的条款。搁有2019年，台湾正做亚洲头一个同志结婚合法的国家，但是社会上煞有袂少无同的声音。讲师就讲，头一步是爱互相了解。 因为性别平等，不是只有男女平等，都有同性恋啊、双性恋啊、跨性别的朋友。我真是感觉是时代接受的程度其实是蛮大的哦。我觉得有教育、有对话、有分享哦，其实是真的可以有进步诶。你袂使讲甲别人的代志，拢讲对咱遮来，也是讲否认啊。时代已经无共啊啦，行到即阵来就是。 看较济咧，大家较平等啊就好啊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台湾这几年虽讲性别平等的意识有提升，但生活中也是需要继续来推广落实。真欢喜讲座有袂少时代参加，透过讨论，加一份理解，就会当减一份知识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